我叫张仁兴，兴是3个金那个金。丁卯年生的，属兔，只有10几岁，还没有好大的我就当兵了。打仗的时候啊，我们是炮兵，我就记了走啊，另外计算了各炮的诸元，各炮的方向啊、距离啊、高低角啊这些。我当记了手以来，也走到最后，没有哪一个超过我的。人家老是算错，我从来不算错。日本投降，宣布投降的时候啊，他是公开宣布了，马上就部队传达下来了，当然高兴了，打胜仗。当兵的哪个愿意打败仗？打胜仗为好。那把日本人打投降了嘛，这个功劳是相当大了，好高兴。打了胜仗了，为国家打了胜仗，这个老百姓呢得到平安了嘛。这些奖章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我最喜欢这个奖章。